庆帝的一生谋划无数，但其中有2大高光，让他差点成为了千古一帝，更是让他成为了整部作品中妥妥的智力天花板。那么这2大阴谋都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首先就是庆帝所谋划的第一件事，太平别院刺杀叶青梅。叶青梅原本是庆帝的情人，不仅帮助庆帝坐上了皇位，更是让庆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强大了起来，成为了能够跟北齐抗衡的国家。可以说叶青梅对庆国的重要性要比庆帝这个皇帝更高一些。那么庆帝又是为何要杀掉叶青梅呢？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点就是叶青梅跟庆帝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庆帝想要独揽天下大权，这是每个帝王都希望做到的事情，但是叶青梅却希望天下之人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显然是跟庆帝的理念完全不同。另一点原因就是庆帝早已经对叶青梅心存猜忌了。当初庆帝练习了霸道公爵上半册后，对于下半册十分的不理解，便去找叶青梅询问，结果叶青梅却表示他也不知道，但庆帝却认为是叶青梅故意隐瞒了自己。尤其是叶青梅当年一夜之间就让2位皇子变成了肉泥，更是让庆帝对叶青梅的那个箱子产生了恐惧，害怕叶青梅威胁到自己的皇位。就这样，庆帝开始设计了一场除掉叶青梅的计划，并且在计划中庆帝自己是不能够出面的。当时陈萍萍和范建都是叶青梅的小迷弟，一旦庆帝亲自出手，这2人也是会为了保护叶青梅疯狂反击，就算他是皇帝也遭不住。加上叶青梅身边一直有五族保护，庆帝只能先谋划起来。随着不断的观察，庆帝也看出了自己母亲太后以及皇后和妹妹李云瑞对于叶青梅都是有着很深的怨恨，便开始借着他们的手来除掉叶青梅。在当年庆帝谋划杀害叶青梅时，他需要刻意给皇后这些人制造能够接近叶青梅的机会，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安排陈萍萍、范建这2位一直守候在叶青梅身边的舔狗，让他们离开京都去办差，还是要让2人感觉合理的差事，并且就连自己也需要有个借口离开京都。只有这样，庆帝才能让自己跟叶青梅的死脱离关系。在谋划好这些事情后，就是想办法将五竹也引开京都。五竹是叶青梅身边的高手，一般的杀手根本无法对抗。为此，庆帝选择跟30大师合作，将神庙使者给引了下来，让神庙使者将五竹引开。就这样保证了叶青梅身边没有任何的助力了，给皇后派去的杀手制造了充足的空间。在杀掉叶青梅后，庆帝也没有阻拦陈萍萍赶回京都，甚至陈萍萍带人杀掉皇后的母族也没有阻拦。整个事情，庆帝始终让自己脱离在外，借皇后他们的手除掉了叶青梅，然后借陈萍萍的手除掉了皇后的母族，让皇后失去了倚仗，只能安稳地留在后宫之中，不再多生事端，一石二鸟，还撇清自己的嫌疑。不得不说，庆帝的头脑确实是好。至于庆帝的第2个大计谋，就是大东山之战了。在庆帝除掉叶青梅后，便一直想要一统天下，将北齐和东夷城攻下，成为大庆的国土。但这2个地方都有着大宗师坐镇，除掉苦荷和四顾剑2人，也成为了庆帝所谋划的一件事。想要一统天下，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只能有他这一位大宗师。而恰巧此时，范闲将太子和李云瑞苟且的事情捅了出来，庆帝大怒，想要废掉太子，但太子也算是国之根本，想要废太子需要很正规的程序，庆帝便选择前往大东山祭天，昭告天下废除太子，这也就是他一石三鸟的计划了。大东山之战可谓是全剧最精彩的情节，这一战让庆帝成功实现了一箭3雕。在当时前往大东山前废太子，庆帝就是想要看看自己这个儿子到底是不是别有用心。如果太子废掉后，李承乾并没有选择造反，而是安稳留在京都，那么日后将他再扶起来也不是问题。但没想到这一世就让李承乾选择了谋逆这条不归路，还拉上了李承泽和李云瑞以及皇后。庆帝这个举动也示出了自己身边别有2心之人，即便是自己的儿子妹妹，庆帝最终也没手下留情。其次就是除掉另外2位大宗师了。庆帝前去大东山后，太子选择造反，必然不会让庆帝活着走下来，便联合苦荷、四顾剑这2位大宗师去大东山刺杀庆帝。而叶流云当时也答应了跟苦荷他们联手，3大宗师合力去杀庆帝，也不愁会失败了。但结果却是庆帝大宗师的身份被爆出，叶流云也直接反水，帮助庆帝战胜了苦荷和四顾剑，一切都在庆帝的谋划之中。就这样，庆帝以一半霸道真气的代价杀掉了天下的2位大宗师。至于叶流云，为了保护叶家，大战后选择出海游历，不再回到庆国。
而大东山一战除了处理掉2位大宗师外，就是借用四顾剑和苦荷的手除掉范建的势力，将范建手中的兵权尽数削掉，最终也逼范建告老还乡，让范闲在朝中没有任何老狐狸的支撑了，可谓是一石三鸟。只是大东山一战结束后，庆帝也需要休养一段时间，对北伐的事情并没有立刻提上日程。后续陈平平身死和范闲彻底翻脸，庆帝北伐也就只能在处理范闲之后才能进行了。而结果就是庆帝被五竹激光眼射死，潦草的结束了自己帝王的生命，没能成就他千古一帝的美名。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阿乐呀。